天气无稳定，海涌嘛真透。家人有一只渔船啊，拜尾仔嘛，准备要入港的时，一个无细离互海涌陷倒，船长抑有船员拢跋落海。干巡人员发觉了后，赶紧将两个人救起来。该在两个人头壳拢真清楚，无啥要紧。可以吗？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几啊个海巡人员徛伫港边，劳心苦钱，才甲一个查甫对海人甲救起来。你们怎样？我撞不到啊！休息一下。这个查甫家己徛起来了后，看到应该是无啥要紧。过来，这个划船人员紧搁走去头前，原来是还有另外一个查甫的嘛来跋落海。简单看到一个穿白衫的查甫，伊安尼骹步落泪，划船人员合力甲救起来，救起哩岸顶。意外佫发生伫个12个尾暗啊，家人饲一只渔船啊，要入去望红巷的渔港的时阵，伫咧港喙遐去互大涌甲淹倒去。姓张的船长甲一个船员不幸煞来落海，海巡署负责守望的上兵，伊发现了后，赶紧摕救生裤啊，甲这个船员甲救起来。其他的划船人员嘛随赶到位，大家搁做伙甲这个姓张的船长甲救起来。两人救起后，均意识清楚，表示不需就医，并感谢本署救援。这只摒弃的渔船，尾啊，互附近的友船甲游转去港内。这边的事件加在有这个海巡人员进来甲救，甲落海的人甲救起来，安尼算讲量还阁真大尾，平安无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